如今乃盛世光景，不能同日而语啊。对，说得好，不能同日而语啊。哦，听说老主子有了胃口，御厨们还真是上了心。这些个吃食，看一眼都是造化。哎，人这一辈子啊，能吃多少，喝多少。即便是浮游四海，也只能是广厦千间，夜眠7尺。你们说对不？老主子说的是至理。不过造化也分3、6、9等大小不同。且不说升斗小民只求一钵一饭，即便臣等多蒙皇上圣恩，出入殿阁，不过是起居8座，说到底顶多是个小造化。老主子在神器之上，受四海来朝，这种造化是凡人窥不见的。说起造化，朕当年志得意满之时，曾自言造化有3。第一，朕托天之福，为大清推出了一个鼎盛之势，路不拾遗，国泰民安。第二嘛，当属朕的10大武功。如今我大清版图，倒也能算是接山连海，即便是汉武在世，也不过如此啊！啊！圣祖爷想做60年，这原本是不可追的，没想到朕居然也到了这个年数，60年呐！哎，还多了一个上位之举，这勉强也算是朕的3大造化吧。啊！老主子的功德焉能尽数？盛世功劳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旷古独步，令后来者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啊！哎，可惜呀，如今人老病残，高处不胜寒。什么实权，什么造化，还是留给后人去评说吧。来，陪朕喝一杯啊！皇阿玛，您刚刚好一些，这酒是不是少饮为宜？老主子难得身心通泰，还是不要扫老主子的兴吧。况且春酒借寿，我陪您一杯。知我心似者，为你和珅何至瞻也？给中堂满上一杯，满一杯。不敢。怎么能让皇上给我倒酒啊？上命不能违。何军们现在领兵在外，即便马不停蹄回京，也要数日。在这期间，你们的责任重大，要随机应变。是。
京城各大路口、各大衙门处都要有你们的人。是。从现在起，你们手下的这400亲兵要剑不离手，马不离鞍。是。9城巡防衙门和京城步兵统领衙门的2位大人正堂候见，给他们上茶。是。主子，太上皇怎么样？和珅呢？留下来。什么意思？皇阿玛说要单独和他说几句话。单独？皇上，什么？这是太上皇交给皇上的亲笔密件。和离已死。和离死了？老主子，您慢着。坐这儿，坐这儿。这第一次见到你，那是在乾隆39年，20多年了。是。那时候你还是个小小的黄门郎。幸遇圣主，那也是和珅的艺术，也是你我君臣的缘分。要说你们牛骨陆氏也是个大姓，可是出类拔萃的人才不多呀。你20年的太平宰相，世间有几个？也算是给祖宗争脸了。一砖一瓦都是老主子赏的。有人说你是姓晋，也有人怪朕世事偏袒，树大招风啊。要是把参过你的人都聚在一块儿，能占满这半个屋子。奴才知道。朕是真的喜欢你呀。奴才乏善可陈。不，你和珅是有大才干的礼定赋税，交往4夷，规整6部，总传4库全书你为朕做了多少大事啊！你是朕须臾不可离开之人呐。只要老主子高兴，和珅愿意再伺候老主子20年。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应该说是天意怜芳草，人间爱晚晴。你说话总是让朕高兴。
和珅啊，三国人物里，朕虽然不喜欢刘备刘师君，但是对他和诸葛亮全始全终的君臣之义，朕还是很羡慕的。尤其是他能让诸葛亮尽心尽力辅佐幼主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朕实心向往之啊！奴才虽然不敢自比诸葛亮，但求知恩报恩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老主子，老主子。主子正在殿中呢，你先在这候着，有招呼我再叫你。这些东西我都可以吃吗？哼哼，你看着办吧。
李侍卫，总管找您。干嘛？哎，见太上皇啊！啊，你扶我起来。哎哎。哦。哦。老主子乏了吧？该传膳了吧？传过了。啊？哦，传过了。啊。什么？老主子号令天下的至宝。不过是一块小石头。哎呀，撑死我了！嘿，等一等，撑死我了！小点声。这里面说什么呢？那里边说什么？那是咱们能打听的吗？哪来那么多话呀？这何君门死的时候，你真的在场？那看得真真的。你可真是福将啊！智勇双全，您甭夸我了，你以为看人咽气好玩呐？啊，鬼都上身了，妈了个巴子啊！现在我们家还3个茅山道士跟那跳大绳呢。走。老主子，李侍卫来了。您还见吗？要是乏了，明儿再说。尽量说短话啊。太上皇，您找我？您是不是想问我和林的事儿啊？哎，那我就回你了啊。没错，当时我就在旁边，离他可近呢，就像我跟太上皇那么近。我是亲眼看着他死的。
哎，说实话，我以前真没见过什么大将军，这家伙够牛，一呼大将风度，人死的那有气势啊！跟我说话呢，趁我不注意拿出一颗绿色小药丸，往酒里啪一搁，面不改色心不跳，咕嘟人喝了，是条汉子。您是不是睡着了呀？行，那您睡您的，我说我的。哎，我说哪儿了？哦，对，我说到那个他吞药丸那事儿。说心里话，我挺佩服他的，啊，真的。我觉得人家身上有那个英雄气概啊，一身的铮铮铁骨。我当时还真发了善心了。我跟他说，我说咱们俩对吧，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这干嘛呀？我当时真没想从那儿得什么好处，我真的这么想的。我觉得人家是一个大英雄，这种人留着，咱朝廷是有用的人才啊。人上阵杀敌是个大英雄，是不是？以后万一要是出个邪教，闹个乱匪啊，咱出个兵放个马什么的，这种人以后咱没准用得上啊。可是他倒好，我跟他说了半天没用啊，人家王八吃这么多铁了心了，跟我说实话，趁我没注意，那小药就拿出来了，我就一个啪就下去了。哎，他娘的小药丸真的管用啊！哎，一口下去，没多长时间，这嘴角有人没有？来人啊！太医，太医！出了什么事了？老主子驾崩了。都
都不要乱，封存所有疑案要案，马上赶到皇上处，请皇上进宫，关闭所有宫门。皇上未到之前，所有人不得进出，分头去办。撤！兵统领太上皇已经驾崩了，关宫门下千两。是。宫内所有人员不得随便走动，违令者斩。是。9城巡访衙门和步兵统领衙门的人在外头候着多时了。哎，这是太上皇的鼻涕呀！嘿，怎么样？可以乱真吧？这不，甭说外人，我这眼瞧着您刚写完的吧，一丝都不差。这是我代太上皇拟的。是啊。哎呦，永远为福振旺，不足当国改立。黄八子永兴。哎呀，我的爷，这是废立诏书啊！严格的说，这是一份遗诏。这老爷子还没咽气呢。凡事动手在前，总比到时候手忙脚乱好。今天啊，老头子跟我谈了很多，话中有话，深有临终托孤之意。可惜呀，言者谆谆，听者渺渺啊。老头子一咽气，新主子很可能就翻脸不认人。到时候这位新皇帝要做出什么对我不利的事，我就在殿前宣诏，另行废立。爷，要是有人质疑怎么办呢？吏部给我清理了名册，京城4品以上的京官，外边督府以上的文武官，有8成不是出自我的门下，就是我的委派。这些人对我言听计从，不敢违抗。是，再加上和林的7省兵马，永远就是个光杆皇帝，乱不到哪儿去。哎呀，我的爷，这要不说宰相，您这一说，我心里头就踏实了。这是老头子的随身印信。啊，
十全老人。哎呦我的爷，这是老头子天天挂在身边那，怎么在您这儿啊？我天天看也看熟了，仿一枚印章没什么难的。假的？这不过是一块小石头而已。回老爷，宫里来人，传石哥哥进宫。老爷子出事儿了。九城巡防和步兵统领衙门的人在哪儿？候着呢。叫这。步兵统领衙门接手九城官房，有没有旨意？这是何中堂手谕。我们只收内廷调遣。中堂现在代天行令，这些都是何军们的帐下新兵。不见内廷看府，任何人不得接触官房。中堂有令，违令者立斩。接房。张灯。太上皇蒙驾的消息将马上布告天下。根据太上皇生前的旨意，我们占根处规制不变，从现在起只听令皇上一人。下面将会发生很多事，好在诸位都是久经历练，我也不必多嘱咐什么。皇上驾到！
恭请设盘。站杆处，朕还是第一次进来，都起来吧。谢皇上。你们这个站杆处，是经过2代主子精心调教的，个个都身怀绝技，而且至忠至勇。从献皇帝到皇阿玛都对你们绝对信任，朕也将一如既往对你们绝对信任。主子放心，这是本处职司所在。从现在起，朕命你们身不卸甲，马不离鞍，随时候命。朕要把一些最要紧的事情交给你们去办，听清楚了吗？明白，明白。听说太上皇最后召见的就是你们站杆处的人。是李侍卫询问和林服毒自尽的事。原来你也是站杆处的人。皇上认识他？岂止认识，你们站杆处的人果然身手不凡。算起来，朕跟你也打了几年的交道了，居然不识庐山真面，厉害。当时好像正在查向怀章私运楠木案吧？那个时候朕就觉得奇怪，这样隐晦的事，怎么有人能知道得那么清楚？不但发现了和珅的密令手札，还探出了舒春园的楠木殿。现在想来，这都是皇阿玛的手笔了。回皇上，当时我们是在奉旨密查。你还记得你卖给我的假佛经吗？想必这也是你办案的手段了。回皇上，李侍卫查楠木案的时候受了点伤，失去了一些记忆。受了伤的人都能办那么大的事，难怪皇阿玛直到最后一刻才肯把你们交给我。朕不会忘记我们这段私交的。回皇上，何中堂派自己的人接管了九门房屋，还杀了一名露营管带。他肯定是要有动作的。要不要现在就派人？不就是几个城门吗？让他们先守着吧，不要惊动，目前还乱不得。是。你们先办3件事。第一，朱师傅还活着的事，目前还不能传入和珅耳中，以免他有所警觉。第二，朕将任命和珅为治丧大臣，这也是顺理成章的。他一旦进宫，你们要严加盯防，不准他随便走动。第三，和林虽然死了，但是他的7省兵马还在，派遣新帅也需时日。这样你们严加盯防各个勾连通道，哪怕是一张纸，也不能流入7省行辕。雷着，李侍卫，你有没有看见刚才跟皇上说话那个人？和皇上说话？对啊，
就是皇上拍他肩膀的那个人。那就是你啊！不是我，是站在皇上对面的那个人。站在皇上对面的就是你啊！不是，是站在皇上的对面，是站在我的前面，站在我和皇上当中。你听明白了吗？皇上说卖假佛经，你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对，就是那个人。那个人是谁？那就是你啊！哎，我跟你说不明白。你真的卖过假佛经给皇上？李侍卫呢？好像又犯病了。你怎么了？哎呀，我没病。没病就好，跟我走，主子找你，有新的差事。皇阿玛今年80有4，用老百姓的话讲，也算是喜丧了。事已至此，我们也只能节哀顺变了。礼部已经进了谥法和庙号，朕看上了一个纯字，高宗纯皇帝，取乾卦中纯粹不杂之意。书经上说，贵纯之道，中外皆善。诗周颂云，文王之道至纯。我想皇阿玛当得起这个字。皇阿玛生前最喜欢的人就是你了，所以朕就先和你说说。谢皇上器重。我们兄妹不必多礼了。几个姐妹中，朕和你的关系也是最好的，时常想念，只是平日照顾不多。嫁出去的女儿，泼出去的水，是我平时尽的孝道太少了。皇阿玛一直都是牵挂你的，好在你下嫁何家，倒也是富贵不愁。皇上召见，就是为了说这些事吗？